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村民台飞》，我是陈明珍。台中市政府呢，最近打算兴起一条路，按到国土4号延伸到东势的联络道哦。那路线设计呢，是打算到背后呢，呢沙港区的公路片的山区哦，来带来山龙。那所个区的位置呢，是到山龙的东出后俩地方哦。不过呢，还有顺向坡哦，当地民众讲，假使在本山路上落太水的时节，规则呢，俩就个山龙出后的乡亲的任务哈，总还会像小拿村区呢，不易灭掉哈，所以乡亲因为呢，是非常危险的哈。另外两条那种联络套呢，佢呢度建嘅呢台3线从东势大橋跳到豐原交流道，差不多10公里啊，仲係標量要切拆嘅問題哦。但是喺法庭89億按度嘅建設嘅經費吼，佢就因為咧喺個3隻方案地位度呢，係最花錢，還個最危險嘅。到底怎麼台中市政府嘅戦略方案嚟執行呢？還個地方上鄉親除咗對呢種嘅路嘅效益，還個路線規劃危險性有疑慮以外，還有乜嘅其他叫做相關問題係叫做關心嘅呢？等下來到咧山龍後嘅出後嘅單位嚇，呢個建成立嘅發通中心，請台下鄉親並政府部門，韓國專家學者共同來討論面對面嘅交通，韓國一場嘅關係。開會了！歡迎來到呢下，呢係到沙港區嘅建成發通中心地位度後，可能你鄉親從人嘛，先跟現場鄉親問聲早，大家早安。好，我想來經常討論以前嘅先介紹今日現場嘅來賓，第一個呢係呢逢甲大學都市計劃內嘅副教授劉耀華劉老師，你好。主持人好，還有大家好。好，謝謝老師。稍等，為您紹介第二個來賓係台灣生態學會嘅理事長楊國珍楊老師，你好。主持人啊，各位鄉親與電視機觀眾朋友，大家好。好。第三位來賓是我們台中市政府建設局的陳大田陳總工程師。主持人好，還有今天與會的各位鄉親，大家好，大家早。其實這條國道4號的這個延伸到東勢這條聯絡道。那其實禮拜1到禮拜5的時候呢，這條路也不太會塞車，就是假日時候會塞車。他們也覺得說，這個開發的效益是不是也值得被檢討呢？不論是路線規劃和開發的效益，到底是在地方上鄉親們的反應和他們疑慮是什麼呢？我們先來跟着記者鏡頭看一段影片，了解一下。可利用國土4號進入台中山上地區，未來將會更加方便。唔是高雄了下呢，到豐原接台3線。因為台中市政府計劃對豐原交流道一片用磅空穿越公路坪山區，出磅空了後，跨越台3線同東豐自行車道，順太甲河南片路體延伸，同時跨越太甲河到東勢大橋北片，期長8.8公里嘅聯絡道。此係其中嘅2.2公里磅空一段，對於香港建設面嘅居民來講，真係半件當少。你看頭前嘅，咁落雨落梆梆落啊，這個現場看有啊，啊！你即馬個位磅空落工程啊大啊，風險佫較濟，所以講若有別位將別位較好啦。哦，啊！這落去一路落損失嘛歹算，啊工程位啊，不得了哦。除了建設面受土石流嘅問題之外，舊房屋嘅居民佫較受屋外本人徵收，從頭入邊開평之長30萬元嘅臨用邊，其他廠房有可能因為路線規劃來本人徵收。像我們前面的那個房屋啊，剛蓋好，而且是921的貸款都還沒還完啊。我們這個工廠也是921的受災戶，也會被拆到啊。有時候要閃過我們的房屋或什麼都沒有這樣講了，但是我們沒有實際上得到這個路途的細部分析啦。所以還是會擔心，對不對？很擔心哦，當然會擔心啦。萬一我們被拆的時候，工廠要移到哪裡，都是很大的問題啊。林用斌係認為，以經濟效益來講，係咪有必要起一條聯絡道？今天禮拜你可以看到我們這豐速根本沒有什麼車啊，為什麼它車輛的時候會說我們需要再做一個聯絡道路？可以請他再重測一次。效益嘅問題、路線規劃嘅議題、生態破壞嘅影響，
协调本社港居民同外界讨论几样严嘅话题，等等通公电力就要到咧，要引发大家嘅注意。而家政策对指天评估多执行，各方嘅意见拢爱纳以考量，希望难免会变做调哪些议题角色，以调解片面政策规划。好，我们看完这个新闻影片介绍，来看一下到底这个所谓的国道4号延伸到东势这联络道，它过去的规划方案有3个什么样一个进行的方式哈？首先来看到说，它为了解决的就是从这个国道4号丰原交流道这个地方到我们东势大桥这个地方，大概有10来公里左右的这个路程哦，这个路程就是台3线的部分哦，它其实在假日的时候很容易塞车。那现在呢，就是讲到第一个方案呢，就从这里呢一路走大甲溪的北岸，这边其实大部分都经过是东势地区了哈，一路走到这边来。再看的是方案2的话呢，它是从这里呢有一段路呢，它是跟这个台3线共构这一段路呢就是跟台3线共构，然后一路走大甲溪的南岸呢，走到这里来。现在方案3看到了呢，是从这里呢过来，这里是跟台3线，这边是台3线嘛，就打了一个叉叉。相信觉得从这里一开头就打了一个叉叉咯。好，一路走过来呢，走到这边，我们这是石冈，算是比较市中心地区，也是我们现在什么情人桥那个休闲农业园区的时候，又跟这个台3线呢打了一个叉叉。相信就觉得，这边一个叉叉，这边一个叉叉。这个石冈乡亲对于这条路感觉就不是太好了哈。好，那他再继续走过这边来。那我们来看一下这3个方案之间它的优缺点又是怎么样。那方案1呢，它没有经过石冈区，那它已经有堤防变道，不需征收民地，所以相对它土地征收跟拆迁补偿费用就很少了，所以它只要花大概32亿元左右就可以盖得成了啊。那方案2也是一样，它走的是大甲溪南岸，那需要征收部分的民地哦，但是呢，它这个为了节省经费来算了哈，大概也是不花32亿也可以盖得成哦。那这2个方案有什么样的缺点呢？缺点是它经过我们刚刚讲石冈坝行水区，那这边呢可能就是水利法适法性的问题哦。那再来就是说，这个921地震带之后，921大地震之后呢，这个车龙埔断层带啊。方案3的话呢，是从丰原端直接延伸到大甲溪，那这中间住户密集，土地征收是非常的困难哦。因为只要是碰到人口密集区，像刚刚影片也讲到，30几年的纺织厂，它又要拆迁的话怎么办呢？那另外说，那为了这个避开断层带哦，那这凿隧道呢，穿越是最适合的。那虽然这凿隧道穿越是最适合，可是又碰上说，这宫老坪地区呢，它是属于这个浅层山哦，有这个顺向坡，曾经有走山哦，所以呢，他们就觉得说这个是有疑虑的。另外呢，它也横跨台3线，穿越石冈市中心。对于石冈这个发展呢，已经被这个台3线切成南北2半，现在如果又被这个联络道再切2半的话，那就是4分5裂了。所以石冈乡亲觉得这个路线规划对他们来讲是觉得好像发展上是很不利的。那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说，既然这个案子在市政府，他也觉得胡市长也讲了，这样一再的延宕下去，其实工程已经有延期了吧？哈，就一再延宕下去，其实对整个山城地区发展也是会有这个影响的。那想先请问一下，我们既有的防汛道路东势段这一段，它比较没有争议，什么时候要动工？那个我们有一个优先标哈，目前在我们第4标这个部分，我们也开始来启动啊。那这个启动的部分，包括我们跨大甲溪的桥梁，因为是河川工地啊。对。那另外就是说，刚刚主持人提到了，我们过去之后，我们有一个防汛道路可以接到我们的东势大桥。对。啊，那我们把过桥的部分跟东势大桥这边会先串联起来。我们预计啊，在设计顺利跟在地的居民乡亲沟通顺利之下，我们希望在今年下半年能够来启动。所以等于说是103年的下半年，我们就要来，有可能就开始会来做这一条的这个部分了。好，谢谢。那我想请问一下刘老师，如果说我们走方案3的这条道路的话呢，在石冈这边呢会有个土地的征收，在东势大桥北侧这边会有土地征收，它在都市计划区的分区使用都属于农地。那它征收之后的市府可以取得的配余地，到最后到标售呢，大概可以有45.34亿多，这么多的这个经费哦。这个经费扣掉它这征收土地工程费32亿多，它还有12亿多的这个盈余哦。那这是不是就是藏在魔鬼里面的，藏在细节里面的魔鬼，就是一定要开发路线3的一个方法？是不是非得要去征收
这个在金山巷这边跟这个丰势大桥北侧这个农地这边，是不是非得要去进行这个区段征收，然后去进行这个土地开发，甚至因为进行这个土地开发，才能去创造这个财源，来让地方未来的配合款将近20-30亿的配合款，30多亿，可以就是弭平。这样我们就要问了，花30多亿，到底可不可以让我们有一条从丰原到东势很方便的道路呢？还是说我们要花90亿，给我们一条很便利的道路？可是这个便利的道路，这个很快速的道路，未来的养护成本，其实国工局的综合规划报告书里面都一直没有讲得清楚啊。有它养护成本110年，以110年币值来算是3000多万。就是说他一直强调北岸这边似乎是未来不易养护，可是隧道这边的养护一年要3000多万，一年要3000多万，这个到底是未来国家它是国道等级的，是国家要出呢，还是未来我们地方要出这个3000多万去养护这个隧道的这个成本？好，谢谢刘教授。这我想问题接下来就请教我们的这个杨老师了，就是说，其实5月8号，乡亲去市政府前面抗议，说这是环评黑箱了哈，认为说应该要撤销，甚至应该要来进行所谓的2阶段环评哦。他们认为说，陈情的民众认为说，这里面就是3月21号通过环评里面哦，有这个10项语法有违之处哦。那其中有7项可能是跟您的这个专长比较相关，譬如说，他没有提排水计划，他没有提树木移植复育计划，他没有提水土保持计划，他也没有把这东势的这个湿地影响说明书讲清楚，他也没有减负这个周边的生态环境的影响评估报告出来，他也没有进行对居民的健康风险评估，也没有讲出来，最后是他也没有进行2阶段环评哦，跟这个专家小组的这个审查是有落差的哦。那您觉得说这些没有提出来的东西，是不是将来就不要做了？那这东西如果不做的话，对整个石冈地区，对这个道路开下去之后，它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这个影响是我们可以承受得了的吗？这个是第3次会议哈，专案小组会议的，他做了一个结论啊，就是说，认为本开发区通过自来水水质水量保护区、保育类野生动物出没区与921断层通过之地质敏感等区域，因此建议应进行第2阶段环境影响评估。是，也就是说，我们经过了几乎我看这个报告书里面呢，是所有的委员，包括开了很多会乡亲各个可以相关的人都发表意见以后，最后做成这个结论。第2个还有个结论是说，因为基于路线区经过921断层带而且隧道通过市区边远之山坡地。基于山坡地区位之地下水位甚多，该地下水位下方开挖隧道那这个地下水位下降之水资源破坏具有不确定的影响，故建议本开挖应该另提替代方案。是，也就这2个送到大会以后，我看到会议记录是没有理由，这2个就不见了。刚刚如果说我们讲了这个宫老坪属于这个浅山层它是这个顺向坡。如果要开挖隧道的话，这 S 型的2.2公里的隧道的话，它可能要进行环评哦。那没有进行环评，或者是说他把专家这些什么丰原集水厂的这些东西都没有理会，时间上很紧迫，是因为我们已经等了10年吗？不愿意等待的原因是什么？我想先请这个陈总工程师回答，到底我们在急什么？好，这个方面我想要先做个澄清了还要做个说明就是刚刚我们杨老师有提到这个环评似乎认为说中间过了这么快那为什么中间所提的意见就这样通过？那事实上在专案小组这小组讨论，你刚刚提到那个已经在第3次了那我想进大会前一个小组的讨论已经包括这个已经有3次表示非常的。大家的一个广泛讨论那是在2月27号的时候那事实上环评大会它召开的时候是在3月21号。对好，那刚刚所提到那些问题呢中间那是一个建议，也就是建议大会里面要去思考这些问题。对，那建议的3次专案小组都建议，为什么没有考虑还是通过了？那我就是现在就是要说了，好，他的报告里面就是把所有这些所谈到的这些部分，包括有没有替代方案
有没有这些疑虑的这些部分，包括生态、包括水源、包括地质这个部分啊，他有在做了一些补充跟说明。那所以呢，在开大会的时候，别忘了哦，大会的时候还是前面的这些专家学者委员出席哦，啊，大家还是来开这个会哦。可是当天缺席的专家委员非常的多，并没有过半哦。法令上在委员开会的时候，他有规定要过半数哦，所以第一个我们当然要看看程序是不是有完备嘛哈。那第二个有完备的状况下，那这些出席的部分。与会里面，其实那天早上也讨论很久啊。那当然，因为我们开发单位，我们必须要回避，所以我们是离开啊。但是最后我们看到的报告，很高兴他是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个。可是15位参与当天会议，有7位是市府的员工，里面并没有回避啊。好，我问一下杨老师，3月21号通过环评，它是一个很敏感的日子吗？靠近这个日子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你告诉我们好吗？这一张，就是什么？就是西隧道口的。这隧道要进去的区域，它在这边只做一个什么？一个叫10公尺乘以10公尺的什么样区，就来代表这个整个区域。那这样的植物调查根本就没办法去了解这样嘛，这个整体的状况跟现况根本就不合，更不用说你要根据这样的资料来做嘛，在做当时会怎么影响。我这边直接这样说好了，这一边有一大片的相思树林，现在目前正在开花，远远就看得很清楚。这里面的报告书里面没有的，所以这整个山头相思树要开花，可报告里面没有写相思树。没有写相思树。相思树的重点是什么？就是说，它是我们台湾边坡里面自己生长这一个嘛，一个保护我们土地最重要的嘛，一个叫做先期早期，让它进入到原始森林非常重要的过渡阶段的一个东西。所以这个边坡森林呢，已经变成这个区域里面所有的动植物全部都聚集在这里生存。最后一个绝育的一个生态的区域。所以说，如果说你要在这边做施工，应该对这个地方做更详细、更好的评估，来让我们对这个影响能够了解。但是我们从这个报告书里面没有，但是这样子就通过了。这个是3月28号，因为为什么3月21号要急着通过？因为3月28号要通过这个地质敏感区的这一个公告了哈。这是经济部地质调查研究所公告的。经济部公告的哈，就是委托地质调查所去处理的哈。那这是我们政府的一个非常高阶的这一个案子了哈。就这边如果他公告了，而且在他们的报告书里面啊，这一本里面就已经有提到了，啊，说已经都划设好了，就只剩下没有公告而已。好，所以他是建议在所有的这个环境影响评估里面，就要根据这个地质敏感区的所有的应该做的方案、做的方式去做影响评估。但是我们发现不仅没有做的就急的在3月21号、在28号之前就把它通过了。在这个报告书里面，他也说，因为这个这个整个挤压，对不对？这个特隆普断层，对，这整边整个是翘上来的。这是抬升的，这抬升的过程里面，在宫老坪里面呢，就有非常多潜在的这个叫护断层，会断了里面断得乱七八糟。好，那我正好昨天我就 Google 一下，就找到了一篇2006年的一个报告，说呢，我们在宫老坪这边，它这边很明显，你如果是注意看到这有一个阶地，这个阶地这边比较高，这边比较低，这个差了10几公尺。这个呢是一个里面的一个护断层，叫做宫老坪断层。好，那老师，谢谢您告诉我们这么多您的专业的这个疑虑哦。那我想乡亲，你们对于这个路线的规划，目前要通过宫老坪这顺向坡也好，或者是刚老师讲的宫老坪面还有所谓的副断层啊，它地质是破碎的。你们对于这个路线规划有什么样的担心或疑虑，请举手发言好吗？好，这位大哥。本路线的规划经过9亿断层地带，且以隧道贯穿宫老坪遗址及刘家墓园开挖地区，多为顺向坡，易脆的沙砾。所以大哥，你觉得说，其实这个地质对于要开隧道，你是有疑虑的，就对了。对，也是易崩土石流的地段，最容易遇到大雨的时候，它就会崩塌。这是你实际的生活经验吗？
对，我这边已经住了70几年了。哦，所以下大雨就经常会有下大雨都会3班。下大雨都会3班。里长也可以讲。哦，好，那谢谢这位大哥，谢谢。好，里长，你对于这个要打隧道有什么样的看法？你的意见是什么？金城闽金青的这隧道咧工程咧所受损，和施工的期间咧，如何要安怎甲咱补救？如何要安怎配套咱甲咱处理？这旧咧这个会使非常的严重吼，请政府爱思考，莫造成这个大埔的重演大埔的事件、阿埔的事件、张双文的事件啊。因为这开隧道咧，因铺桥造路咧，我非常的赞成啦。但是拍隧道咧，我前回伫咱台中市政府咧环保局，我嘛伫遐，我要也要开隧道咧，我带动我的里民抗争彻底。刚才我们的里长伯啊哈，感谢我们的里长哈，这位大哥。我们也不是跟我们里长提到，不是反对开这条马路，而是在整个环评报告里面，并没有把整个丰原集水厂、自来水厂关系着大台中200多万人生命用水、饮用水的安全，没有做很详细的报告，做一些安全评估。那很多的单位都讲，反正出事前他们都没有问题啦。那出事的时候他说没关系，我们会想办法。但是呢，出事情以后他说没办法。我想这是大家比较疑虑的所以我们希望说把整个丰原集水厂的安全系数、安全评估，能够再做一下更详尽的一个报告，让我们能够安心这样子谢谢。好，谢谢。那我想听完乡亲的意见，我要先请教我们的陈总工程师，针对于丰原集水厂安全性问题，有关整个大台中市200万人的民生饮用水那这个其实在环评会议里面，环评委员也有要求要做评估，乡亲也一再的认为说，这个丰原集水厂安全性要做评估，可是最后他们都没有看到相关的评估报告。那没有做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这个评估不重要，还是不需要，还是就是说乡亲太多虑了？您的意见，谢谢。好，我想乡亲会多所疑虑，最主要是关心我们自己周遭的生活环境那如果没有经过这个分析，如果没有经过报告，那这个环评的报告委员会也不会让它通过那目前我想大家可以看到我手上这边有一张，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个路线图那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目前经过了这些路线，然后跟我们现在的集水厂这边大概有将近700多公尺到800公尺的距离，728公尺。那这个部分是在刚刚一开始我们讲3个方案甚至5个方案里面对水质水源保护最好的方式那其实我们的饮水除了这个部分之外，它还有湿水科系等等。我想在报告里面，事实上对于它的供给的一个范围跟各方面是都有明显的一个说明那这边我们看到说，其实这个隧道很清楚的，它是从人口的密集地区以外它去所兴建的。那你会看看，原来我们前面的2条道路，如果是从这个地方盖，不管丰原，或者说在我们河岸的北侧，刚刚讲到水利的问题或人口密集，它的拆迁跟土地的取得，其实会有很大的浩劫。所以隧道的工法呢，在目前我们国内事实上这个是非常非常。那总工程师，我可以问一个老百姓可能一般都会想到的问题他就说，这边如果宫老坪山区它有个顺向坡的话，就像汐止那个国道那个5号这样帮下来的话，万一这个顺向坡这样滑下来，这集水厂不也是这样滑下来了吗？那下面又是泥土又是集水厂的水的话，那不是更危险？这个就是所有环评委员最关切的要求规划团队一定要证明你到底你通过的这些明挖路段还有隧道出口到底是顺向坡还是逆向坡？那这些证明有被公告出来吗？那它经过了数十孔的一个钻探甚至在那这个公告资料我们可以去哪里取得？可以在环评报告里面也有。那钻探报告在最后一次的小组审查还没进大会之前小组很慎重这些委员特别要求规划团队特别再去做钻探，所以他最后呢在隧道口跟隧道中间还特别钻了一个200米一个250米的一个深孔来确定它的岩层的分类跟它的一个走向。那确定在它的一个洞口，包括我们未来所有开挖的断面都不是顺向坡，所以我想这个部分呢那大概什么时候会公告出来，让乡亲看看这份专业的报告，消除一下心中疑虑？
好，我想相关的部分啊，依照环评法的规定，环保局呢，事实上它都会公开在网站上面啊。好，那对于这个环评的这个正当性或者这程序正义部分，乡亲有意见请举手发言好吗？对于环评的部分，好，这位大哥。在环评委员当中，他有特别提到，就是说台三线是不是可以走高架化？那市政府这方面，他是不是有针对这个问题，就是委员所提出来的，就是在现有台三线上面所做这个，是不是委员有提出来的？那市政府是不是有针对这个方面去做那个调查呢？还是说作为一个说以后可能就是走这个路线的指标这样子？好，谢谢。好，对于环评还有哪位乡亲有意见的啊？这位大哥。大家好哈，我会认为吼，迄环评拢是假的啦。有专家委员参加呢？哈？有专家委员参加呢？啊，头到尾第一届、第二届，恁这拢遐这工程师，阮大家拢熟悉啦。头到尾1、2、3次环评，阮拢有去哦。第一届、第二届、甲第三届还佫公无过，啥啦？一礼拜了，免一个月就拢会用过啊。煞咧佫甲迄个环保署长换掉，这都有问题嘛？黑箱作业嘛，对不对？环保局长，台中市的环保局长。你家己民主党，你来大只试看卖咧，后日你来变小林村第二的时阵来试看卖咧，落一个大雨，就惊要惊死啦。今仔我去拜托遐个人民来参加的时阵，伊讲啊啦，这个昨迄个嘉义的落雨，若来落离阮遮的时阵，你来试看卖咧，莫安尼。好，那。好，各位乡亲，其实呢，我们石冈乡亲也在5月8号呢，委请律师提交了1200份的这个申请诉愿书哦，这是台湾司法史上最大的一次的环境公益的诉讼案件哦。那今天律师也有来到现场，我想请教一下这个律师，就是说您当初为什么会愿意接这样的一个案子？那这个案子它的违法之处或在法上面有缺失的地方又是什么呢？3月21号，我们那时候。当我接获到第一个消息的时候，我以为他们是想趁着太阳花学运，赶快把这几个案子送出去，能够方便他们在年底的时候选举的时候，针对这个地方来买票。但是后来我们发现疑云重重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那个我们在4月9号他提出那个公告之后，我们侧面就了解到这个南投地区经过经济部公告为山崩地滑的地质敏感区，而我们同个时间也车龙埔断层也是在3月28号的时候公告。那我们在进去经济部的网上来查的时候，发现经济部网站早在2月份的时候就公告行文给所有的地方政府，告诉他们说我们今年年度要公告的几个地质敏感区是在哪里，所以相信在环评审查的时候就已经知道这个地方即将公告为地质敏感区。好，那律师，我们现在问一下陈总工程师哈，真的吗？2月份经济部就已经行文给我们台中市政府，市政府就应该已经知悉。我们即将要被公告，这宫老坪这边是地质敏感区，所以赶在3月28号公布之前，3月21号先给它环评通过，真的是这样子一个非常急迫的状况下，乡亲的疑虑，我们总工程师怎么回应？刚好我们乡亲有提到说，为什么都是唯一方案？其实不是啊，事实上胡市长应大家的一个民意之后，事实上他也针对北岸还是有在重启检讨啊，所以在整个环评的过程里面，我们看到提进来的时候，还是由北岸合体共构在大甲溪北侧跟我们南侧现在做隧道这样的一个部分，这个都在我们环评的议题里面啊有经过来探讨。好，那陈总工程师，你们这个综合规划报告书是你们在做财务规划的时候，你们财务规划从头到尾只有针对方案3。石冈区金川巷跟东势大桥北侧的农地要做区段征收，去做财务规划。我并没有看到针对大甲溪北岸这边也有做这个重启评估报告的相关的财务规划，是不是一开始就是决定就是要方案3了？所以连财务规划都是以方案3当作是最终的这个公告，然后去做评估，是这样吗？我们在路线的选择上面哈，路廊啊，其实它会有一个主要路线哈。那当然，这个是经过可行性评估阶段确定一个。再来，刚刚所提到北侧，这是一个替代方案的一个路廊，所以它针对它的一个开发行为、经济效益，包括它的拆迁、
有没有经过断层、水源等等，它都必须列为评估的一个部分。这也是在环评里面所有委员很关切的部分，不是只有植物，它包括生态、水域、地质等等这个都是必须要多方来考量所以我刚刚特别很感谢各位的乡亲，就是对于我们现在居住的环境的一个安全能不能在什么样的一个山坡地开发里面，大家现在都知道要在逆向坡里面我们来兴建，这是安全的。我们都知道要在水源的保护是安全的。那我们在这条路的考量上面，尽量就是往这方面多元的部分来做。那有些大家或许不是很清楚，或者说之前有提到的一些意见，我们目前在我们细部的设计里面，都有把乡亲担心的一些土石容易滑落的地方，包括尽量避开民地、用地最少的部分，我们在我们设计上面事实上都有把大家乡亲的意见进来纳入。好，那杨老师，究竟是因为他还没有公告，所以乡亲其实刚刚总工程师讲大家乡亲疑虑他其实都有在做规划，只是说还没有公告出来，所以到时候公告出来之后，也许就可以解决大家乡亲疑虑。所以说这才叫黑箱就理论上你在开会的时候，你要做成决议嘛，你要讨论嘛，就要放在会议记录里面嘛。在我们会议记录里面都没有，现在只有一个口说保证说我都有。但是我这边就提了一个我拿到的数据我们当时在做的这个钻探的时候这个 P4 这个第4号井是距离我们这个路线往南超过200公尺。我不晓得这个第4号井，这不陈总工程，我请问一下有重新再挖吗？有没有？他说那个第4号钻探井有重新再挖吗？好，我不晓得你现在的编号的部分，对，没有，因为很细我刚刚有提到，他有钻探过。是有钻探但是距离我们的路线预定地往南200公尺并不是在现场所以你说由这样的一个数据来说，这边的地层这里面的东西都完全符合。我觉得这个太离谱了吧！我不晓得杨老师有没有去参与环评和了解的过程。我看你的报告书。那我们有增加了2个钻探的孔位，你知道在哪里吗？我想你不清楚，因为一个是在我们隧道的正中央，往下200公尺深，这是未来确定我们隧道未来的破碎的一个 RQD 值。我不晓得你地址上面清不清楚了另外一个是在洞口处，我们为了确定它是不是顺断层或顺向坡或逆向坡。对，请问你说隧道口在哪一个隧道口？这个我可以拿给你，因为我这边有资料，好不好？在哪一个隧道口？告诉我哪一个隧道口啦？是东隧道口还是西隧道口？只有2个隧道口而已这么简单的事情。在西隧道口。好 ，OK， 好，对我这边就要告诉你我从这个报告书里面所说的，他说的顺向坡是在东隧道口，而且上面写得很清楚，他画了一大片的一个顺向坡。还有说，在我们的这个自来水厂，所以老师，你意思说，重点是在东隧道口的顺向坡，不是在西隧道口钻的那个？上面不是我说的，是报告书里面写的。报告书里面写的。另外一个是我们的这个净水厂的南边这个地方它也画的是一个顺向坡。它是靠近我们现在丰原侧，所以问题就来了那丰原侧东隧道顺向坡怎么办呢？我们刚好这个金星里的居民全部就住在东隧道口的下面呢？那个不是顺向坡那西隧道口，我刚刚讲的是因为车龙埔断层带它地离隧道口很近，所以委员也特别要求你除了要确定它是顺向或逆向之外，那洞口它是不是有穿过？如果有，你这个隧道会将来是不安全的。所以它经过钻探之后，将来的设计方案还偏移了25公尺，将离车龙埔断层到将近快100米。所以这些部分都有依照委员专家的意见来进行。好，那刘老师，你怎么看这个乡亲的疑虑跟这公部门的回应之间那有没有可能在我们这个年底要这个既有防汛道路这边要来动工之前就是说我们还有机会来做修正或补正或做调整的，有这个机会吗？我要问你盖了这一条路之后，到底是谁获利到底是谁获利？然后就是谁会继续活在一个比较不安全的这个生活环境底下？我觉得我们今天事实上身为市民公民也好，我们都希望市政府是以这样子的态度
来跟市民社会沟通。就是台中市民手心手背都是肉就对了啦。否则你花了快800亿的交通建设经费，然后来到这个地方之后，结果换来的是我们里长跟里民在这边睡觉，可能晚上睡觉是不安稳的，何必呢？800亿，我们今天不是花了80块钱、800块钱，就是整个台中市山线地区，就山线这边就有将近800亿，结果我们这边都不谈，我们跟丰原这边的人是怎么来，我们还在谈说，住在丰原的人都已经到丰原了，你还希望他很快速的多5分钟进到东市吗？你还希望他很快速的多3分钟快到达石冈吗？假日会塞车啊。我们需要的这个地方未来要发展的是国民旅游来半天来3个小时的吗？还是我好不容易已经花那么多时间来到丰原了，是主流哦。我们希望这个地方是很多的人是可以透过丰原进到这边来哦。这样真的我们会在乎那几分钟吗？所以我个人事实上是从我的专业，我没有办法背这个隧道的必要性。我不是说这一条路不好，而是它的必要性没有办法说服我啦。好，那谢谢教授。我想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广告之后马上进到现场继续讨论。现场哈，我们这个部分继续来讨论关于国道4号延伸到东市区这条所谓的联络道路哦，它到底对我们这个要路过这个石冈地区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相信一律我们看到这条道路呢，从这边丰原交流道这边下来之后，一路这样走，走到这边，然后到东势大桥头这边。那它其中呢，在一开头这部分呢，就跟台山线呢形成一个交叉。再来进到我们这石冈的这个精华区这个地方呢，就是这个石冈的这个休闲农业区的地方呢，这个地方也跟台山线有一个交叉。那除此之外呢，它也经过这几年来在地方上发展的非常成功的东风绿廊自行车道哦，所以这个部分呢，这边都是人口密集区，这边是农业区哦，都有面临土地征收的问题，乡亲。不管是住在街上也好，住在山区种果园也好，它其实都要面临着土地征收问题哦。那对于这土地征收，乡亲就很担心啊。那我的房子在这里呀，我种果园，我的工作在这里呀。那大家对于土地征收，对这个居住跟工作会受到影响的，请举手发言好吗？好，这位大哥。胡志强市长在竞选的时候，他讲的是从北岸开始走，他的政见是这样的。但是到现在，一换再换再换，换了好几个，食言而肥了。但是我们石冈乡民哦，在921大地震后，我们很多人的房子、工厂全倒，甚至家破人亡。大哥，你的房子在921大地震的时候有倒掉吗？都倒掉了。那你重建的这个经费是怎么来的？贷款啊。贷款？那你贷款还完了吗？还没啊。贷款还没还完？还没有，还有200多万呢。那如果按照这个道路规划，你们家这次会不会被征收？会啊。那你贷款还没有还完，又被征收，那没有房子住，对，你最担心这个？就是我们大家开始擦干眼泪，大家开始重建家园，现在又要被无知无能的政府征收拆除的命运，心何以堪？我希望顾问公司能够怜悯我们这些受害者石冈居民的安定，看我们要何去何从。我们的工厂很多的工厂是很大间啊，现在呢叫我们要去哪里？我们的生活要怎么办？是，所以等于说这个相关的配套也好，或者东西其实都没有完全没有配套。啊，叫我们要去哪里？好，谢谢这位大哥。还有哪位乡亲对于你的居住或工作权？好，这位大哥。我认为说对疏解车流，我们台湾人一贯的观念就是说塞车就是开马路嘛，但是开马路以后呢，那路口是不是增加红绿灯那个时间是不是增加了？结果常常在交流道口或者是什么路口塞车，围堵了好几公里
哦，这个围堵的时间呢，反而比你开路多开路那个节省的时间呢还多所以说这个我们真的是要考虑，好好的考虑说，这个到底开路有没有办法这个疏解车流今天我们多开一条路，高架道路到东势的地方，东势那个地方路口，比如说可能在东风大桥或者什么地方，它就阻塞了那边开始就阻塞了，结果你阻塞了5分钟10分钟，结果你车流可以省5分钟。结果你有没有赚到呢？我相信不一定会有赚到，不一定会让你节省时间这个都是我们要去审慎去思考的。还有施工难易度如果说你一条路施工是花了30亿，一条路施工是90亿，我相信这个30亿的施工难度应该是比较低嘛。对，你不要跟我讲施工花了90亿的工程，它的施工程度一定是比较少的。或者是比较简单的，那是不可能的事情。还有哪位乡亲对于这个好？这位大姐，刚刚主持人也有秀出我们的第1案、第2案、第3案。这个第3案是所有最多人抗议、劣势最多的一个方案。为什么还要再选这一条方案？那今天在这个大会里面，我们也听到了我们的教授老师讲出很多在环评没有提到的这个问题。那这个3月21号的环评通过之后，漏洞百出，而且刚刚律师有讲到这个黑箱作业。那我们希望说，我们需要的一条道路是安全的、是公开的、是透明化的。那如果是这种黑箱、这种漏洞百出的这个环评通过之后，我也会向我们的金星里长带队，全部来所有的乡亲抗议这种漏洞百出的环评通过案。好，这个九房里里长，后面那位穿红色衬衫的大哥，你如果从大甲溪旁边，南岸也可以，北岸也可以。那边如果是断层，你可以做工程上可以解决，很多工程人员可以解决这个事情。你跨过一个吊桥，把它断层线跨过去都可以，还会造一些风景出来。这么一定要把闪那个断层，就把这边也是断层，20分要闪那个断层，而且钱是花1/3而已啊。为什么要舍弃那个便宜，一定要做贵的东西啊？好，谢谢这位大哥。我刚刚看见有一位大姐，这位小姐。如果今天我是市长的一个考量，我要去帮助东势、新社、和平这几个山区的人要去经济发展，首先最重要的其实就是观光嘛。平常时不会塞车嘛，你要去把你的梨子运出来，你的农产品运出来，不会塞车。我想这一点大家应该要同意。但是呢，大家要出去玩是要干嘛？要去骑脚踏车，要去摘水果，要去看樱花，要去看花海，要去看萤火虫，对不对？要去做这些要去爬山，要去做一些跟亲近大自然的享受，所以才会塞车。我先跟各位再报告一下，我从前是住在香港一个地方叫做大屿山。大屿山呢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地方，我住的这个地方呢，任何一台私家轿车都不可以有。一台都没有，所以要透过交通的管制，让这个区域的环境、生活的品质跟旅游品质都变得比较好。我跟各位讲那渔景湾是在大屿山的一个小的一个小的一个山村，它是背山面海，很漂亮的一个地方。非常非常的漂亮。这个区内呢有高尔夫球场，有水库，什么通通都有。那居民大概是25000人，但是我住在那个地方的时候，是一台私家轿车都没有。你知道他是怎么样去解决的这个方案的吗？他是让社区里面的居民，如果你要买车，你只有一种选择，就是高尔夫球车。高尔夫球车低碳的、节能的，一台高尔夫球车要价要400万台币。为什么？因为它控制整个区里面25000人只能有500台高尔夫球车，所以换句话说，渔景湾呢，它必须要用非常好的一个交通的一个配套，才能够去满足这么多人的上班、上学，然后去机场也好，去中环。所以相同的，你认为说，其实东势联络道需要的是好的交通配套，而不是多盖一条路、多挖一条隧道。因为这个不只是安全的问题，经济效益的问题。因为政府乱花钱，这个我们知道。最重要的是，我们政府的思维永远都是停留在20世纪，然后炒地皮的这个思维。这个思维也是造成了我们台湾很多的抗争，类似大埔事件。类似这个红乡在这个湾宝的这个抗议。好，谢谢。
好，刚刚有一位大哥讲说他是921的受灾户，他的这个重建的贷款还有200多万还没有还完，他这一次又要面临被征收，如果采用第3案的话，他又要面临被征收哦。我想这个问题就请教一下陈总工程师，因为刚刚这位大哥他其实他的问题，他的难题，相信不只是他一个人的问题，因为整个石冈都是921的重受灾区，您怎么回应这个部分？谢谢。一个道路的开辟啊，事实上它只是衍生串联交通的一环而已啊。那基本上能够结合它在地的一个带动新兴的一个产业，或者说能够结合两侧的一个土地开发利用，我想它才办法跨域进行加值，才有办法把这个地方做得更好啊。所以刚刚有提到，在整个路线的沿线呢，事实上在多年前就开始在研议，是不是有其他的土地开发方式啊，能够来创造这样多赢的一个局面啊。那刚刚有提到，就是说我们现在其实公共设施在经过的部分，如果说用地要取得的话，啊，我们想我们这个一定要透过土地征收条例啊，就是法律的规定啊，它的一个程序才有办法来做。那这个土地征收条例里面，它就有规范啊，必须要考量几个原则啊，比如说它的正当性，它的一个适宜性，对民众用地取得最少、拆迁最少等等的状况下，所以刚刚我们这位乡亲啊有提到啊，我想不只是您个人啊，包括有其他各位啊，我们将来路线有经过的部分，这个部分我们一定会尽量去避开，而且从细部设计里面啊来找到一个最好的路廊。那就算说有部分必须要拆迁到，我们也用最优厚的一个补偿的一个方式好来进行。那另外刚刚提到的这个利用区段征收的方式啊，其实这个地方就像我们常常耳熟能详的重划的概念一样，将来在这个区域里面，它会把我们的村庄、道路，将来可以从可耕的一个部分用地，作为你将来的住宅或商业的一个行为。那我们有土地在里面呢，将来它会随着整个开发完成之后，它是有一个非常大的增值空间啊。那至于说它，所以就会像这个规划报告书里面所讲的，原本的征收时候每坪大概2万块，将来开发之后可以到7万多块。对，如果大家配地，所以大家都会就地变成产条啊嘛，是这个意思吗？当然我们会透过配地，还有将来整个地方的一个房地产的一个调整啊。是。那中间呢，我想大家应该可以有一个更好将来的一个环境条件。配地也不是1坪配1坪啊，所以我被征收了100坪，也不会拿回100坪啊。对，它有一个大概45左右，对对是。好。那另外，我想是不是我相信一直觉得说这方案1跟方案2只要32亿两个加起来只有64亿，都没有这89亿要来得多。为什么？这边就是已经就是很多都是公有地啊，它不需征收民地啊。那这个部分其实方案2要征收民地相对也比较少。那为什么？我们姑且先不看说，因为新水区或者说水利法，或者说断层带，或者它地表面积经过多的这样的问题。好，我们先来看看，就是说当时这样的一个评估，大概30亿左右的一个经费其实这个是在10年前的时候，他所估算下来的，所以底下其实方案3 10年前咯，10年前大概是40亿那我们这个是40亿，对对对，10年后变成所以我现在也必须要说明清楚啊。那目前因为我们知道现在都是市价征收，而且10年来里面大家的所得各方面其实都是在上涨啊。那加上我们现在开发的等级，我们希望将来是一个更安全，而且是一个快速路网。所以呢，目前在北岸也好，南岸也好，它都必须要有80几亿这样的一个开发经费。好，那另外就是说，这样开发后有什么好处？刚刚有一个民众特别说心情很不好，因为我去溪头到处塞车然后整个败兴而归这个就是说，当时为什么10几年来大家地方包括到东势、石冈，包括到内地3城，希望说这个部分是不是有一个替代的一个道路，能够不要有假日会这么塞车，让我们后山的一个观光产业能够带动的状况。那这个道路开辟完之后，跟和平乡的学古缆车线是一体的吗？是整个路网从市区一直到和平山上的学古缆车线是一体的吗？我们市政有一个长期的规划目前是到东势那将来这台8线，那将来在这个
和平的那个缆车的观光部分啊，目前今年已经开始在招商委外 OT 啊，好，所以它整个会串联起来。方案3是势在必行，就对，只是在于说沟通程度，沟通到50分还是沟通到80分。而且我有一个数据哈，刚刚特别提到说塞车之苦哈，原来我们这假日的交通的一个评估的等级，其实在 F 级啊。我想如果学交通工程人应该会知道啊，那几乎就是会常常延至塞车啊。那开辟完之后，它是可以提升到 B 级啊。那另外开辟完之后呢，原来我们假日的车流的一个移转率，从台三线哦，我们可以有45%的一个车流哈，可以借由这样的一个道路去行进。台三线就是这一条线吗？对，原来的中间会塞车的这样的部分，透过我们这次开辟完之后哈，有这样的一个部分啊。那所以我相信对不管整个沿线各区的一个将来的交通安全，还是在我们在地的一个繁荣，因为我们还是有一个匝道哈，有设计一个交流道会下来啊。我想我们在地都有特色哈，将来透过这个交通的部分，应该给大家带一个会更好的一个城市景观。好，那听完我们总工程师的这个说明之后，乡亲还没有其他我们刚刚没有讨论到的意见是你想要提出来的？我想讲一些，刚刚大家都讨论了很多啊，对石冈的弊啊，应该是大于利了，变成要牺牲我们去成就别人，这个是天理难容啊，不可能的事情。哦，所以你得利的一方，希望你好好去想一想，人家受害的这些。我们现在台湾不断的在土地开发，都是用农地，而它不是用废弃的厂房再继续去做一个沿用。那好，我想请教你们一下，就是说，好，我们现在所有台湾的农地都用完之后，那以后这些人要吃什么？好，就说真的，就说当下的利益是最大的嘛？那现在真的就说，虽然说这边的农地它没有用，但是它以后它势必要维持我们台湾居民的一个生活。所以农地都征收了，拿去开马路变成住宅区之后，将来会有隐忧就对了。对对对，那你都商业化之后，好，大家有钱了，以后真的你钱真的能够吃吗？最近那个电视有报道，在苗栗走山一次4甲多，你想得到吗？如果那个净水厂上面的那个山如果开下去，你想得到的这个大自然的力量吗？台中的吃的水有没有想到？就是一味的要这样搞。刚才大家所说的有什么好处？就是少数人的利益，然后大多数人的受害，这样的政府对吗？好，那问题我想先请教刘老师，就是其实整个我们一再讲，从石冈开始进入东势到新社，甚至再往里面去的和平，这整个大山城地区原本是一体一家的，不管是在这个族群上面，或在文化这个多元的组合上面，其实都是一体一家的。可是今天因为这样一条道路，我们刚刚听到有乡亲讲，已经有造成东势跟石冈乡亲情感的割裂。就整个区域的开发来讲，我们为了一条道路形成这样的一个，也可能可以回复，也许不能回复的这样一个割裂，它值得吗？我们怕市政府把它当作是政绩，急着要把它动工推出去，然后好像这一条路尽快的通车，好像会对谁有特别好处。我要问大家嘛，这个到底有没有那个急迫性？我们知道大家有这个需要，也有这个共识，可是它的必要性跟紧急性事实上是不高的。然后最后一个，为什么我一开始就要强调快跟慢很重要？因为一旦你这个快速道路进来，东势一个本来只要装4、5万人的地方，它的都市化只能装6万人，它可能就需要更多的停车场，可能都需要更多去服务汽车的设施。这个东势是没有的，它的环境的整备的方式是跟现在东势小镇发展的方向可能是不一样的。这个环境整备，市政府有准备好吗？然后呢，只是变更北侧的农地，多划几个住宅区，多划几个这个停车场之后，这个问题就会解决吗？它整个东势小镇的性格就会变掉啊！我希望大家在讨论这个事情的时候，是丰原、石冈跟东势是站在一起的，不要刚刚主持人提到，好像是已经开始在对谁有好处，对谁没好处。我劝大家了，我也劝东势的人，
不见得会有好处啦，不见得会有好处。到底这个快速道路好到了谁哦？其实大家可以好好思考，整体下来是不是真的利大于弊？这真的是要好好思考的。那我想请教一下杨老师，就生态来讲，就环境的保育来讲，这条道路它究竟在路线规划上有哪一些的这个需要被补正或者是改正的地方？我们这一直急了中国人，好像瞎子在骑瞎马一样哈。好啊，现在目前在这边乱搞的，只是就一个目标，我一定要怎么样？但是这个过程跟这个整个运作的模式都没有办法让人家去信服。因为我从第一版看到现在，甚至现在连定稿本都还没有出来，就一直说要怎么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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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工程师说尽快会公布啦。但是现在目前你都还没有东西都还没有出来，你就一定要怎么做，所有东西都开始在做了，这怎么叫人家不会有疑虑呢？好，最后我想请教一下我们的陈总工程师，真的我们依法行政那个法就是大家自由行政吗？还是说这个法是可以在这个合法的范围里面有限度的去做一些调整，是这样吗？而这个调整却是让人民不相信、有疑虑的。那这个部分，其实这条道路的有很大部分是大家对于法的质疑、对于环评的质疑、对于程序的质疑，这很多质疑都回扣到所谓依法行政4个字。那最后您怎么样回应乡亲的需求？还有是不是真的109年4月份就要开车要通车？有许多民众我想还是大家的乡亲还是对这条路线还是有很多的一些目前或许还不是很清楚或者说甚至他细部的一些思维的部分，我想这方面我们市政府本身执行单位建设局，我想我们也必须自己再来省思因为为什么没有让大家知道的更详细、更清楚，把大家的问题呢摊在阳光下大家好好来讨论这些事情。那在这整个的一个先前的程序过程，虽然我们在石冈地区我们是开了最多场次的一个说明会但是我们也发现这个石冈地区我们民众乡亲对我们这样的一个内容，其实是最有一些想法的。那我们也很高兴，就是说对于自身的一些希望，对于这些整个的一个希冀能够反映给我们来知道。那我们在后续的，包括目前在进行中的，甚至在回应的一些。不管细部设计或现况的调查或其他更细部的一个作业呢，我想我们会把大家各乡亲的一些意见、想法我们把它融入到整个的一个这个设计的一个氛围里面那在市政府的立场，在建设局的立场，我想如何缩短城乡差距如何让城市的一个特色的发展的一个形塑，我想这是我们一个大的一个目的那在这样的状况下，我们如何在这样的一个目的跟将来的交通解决大家的一个困扰之后那如果是一条安全设计的一个好的道路，我想这个不是只是服务东势，不是只是从丰原这边来疏解，也不是为了将来说和平地区的部分，这个是必须长程的一个施政目标我们将来对我们3城地区将来内地的一个发展，我们希望将来有一个更深远的一个规划，这就是一个都市设计、都市一个发展的一个概念所以今天我想很高兴听到大家这么多的一个意见那我们都会把它带回去那也希望在后续的一些在地的沟通，包括在地的一个服务，尤其在我们用地会经过最多的这个金星里或九房里这边我们也感谢里长今天都很踊跃的表达了黎明的这些意见我们都会带回去包括日前我们也接到另外有个市区，也是我们石冈区，我们石冈有4个里嘛有另外4个里也很关心这样的一个道路，甚至还跟我们谈是不是在增设匝道的事情。所以我想一些意见是多元的我们希望将来能够把这些部分好好的做到最让大家最满意，也能够解决大家最大的一个疑虑谢谢。带回去之后，意见带回去之后，有没有真的落实去做调整？我想这才是乡亲觉得最重要的一点。这也是今天村民大会来到这边，请大家面对面沟通最主要的目的。感谢您的参与，谢谢。我是台港之 C。